社会愈来愈进步，针对社会议题，少年辈嘛愈来愈愿意提出因的观点。不过，国内青年相关政策分散伫各部会，无专职单位。今仔日立法院教育委员会是举办青年基本法草案公听会，希望未来青年基本法会当处理青年会拄到问题，在政府施政方向嘛会当参考少年人心声。 咱台湾目前也欠一部专门照顾青年、系统性过点青年事务的法律。采购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针对青年基本法草案，邀请民间团体、专家学者开公听会。各党派立委总共提出5个版本的草案，但是青年是几岁、安怎定义，各立委都有无同的想法。学者建议定18岁到35岁，分做2个阶段来规划。第一个阶段是大学阶段。 第二个阶段是他到社会的初阶阶段，这个法里面他会要融入一些基本的概念，比如说在这个阶段，他是不是应该有培养他的一些培力，包括政府机关给他的一些培力啊，像公民素养啦、品德啦、法治这一些，跑到第二个阶段来，要连接到，比如说整个社会或者整个政府企业，让青年有一个期待跟愿景。 长期关心青年议题的民间团体台湾青年民主协会指出，目前青年政策分散伫政府各机关，无统一的青年认定标准，对青年需要什么也有无同的想象。那青年基本法通规定政府成立专职机关，统一处理青年的事务，也互各机关伫制定青年政策的时，通统一方向。青年身份法制化，各县市成立青年专责单位，还有政府定期的公布青年政策白皮书，跟政府 定期召开青年国事会议，以及各级政府青年参与机制法制化，透过基本法的设立，达到系统性的强化青年参与及法源上有所依据，并且成立专责机构单位来主责这个青年事务。民间团体指出，过去大众对青年事务的想象，大部分拢是高等教育、就业、基础政绩这个议题，因认为应该增加青年参与，青年就有机会主导未来，和青年通打造因希望的生活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